多謝 Ice 成個阿媽咁，不過佢啊真係好，連有禮物都好勁喎，有呢個係啊牛奶花膠，感謝天父。係啊阿媽你開心一下。係啊。求主保守 I 字係啦，今次下個禮拜你期啦，你期美容啊嘛。好，主耶穌，我哋感謝你讓到咧小學生佢喺裏邊，今日都可以一齊祈禱，一齊去尋找你。神，我哋求你俾佢咧去依靠你，俾佢全心咧去將自己生命去交俾神嘅時候咧，佢就唔需要咧擔心，唔需要緊張，唔需要好有壓力，因為咧神你會為佢預備，讓佢靠着你睇得見。佢每一步咧都係平安嘅道路，又讓咧天父你祝福佢嘅家啦。今日咧母親節俾佢翻屋企啦，攞份禮物去氹下媽咪啦，都讓到媽咪開心啲，俾佢媽咪爸爸都有機會認識耶穌基督，讓佢哋嘅家都可以經歷神你嘅恩典豐盛。咁就主上嘅豐富同埋新年期。阿門，好啊。